位天使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啊，我同大家來紹嘅係新橋同家用啊，咩做地講係講鬼屋客人大家共下來經營的一件傳統，係講我知道家頭同用心啲嘅實踐上愛老屋客嘅秘史，同大家來分享安樣嘅理念哦，家頭係萬人哦，來分享節目呢度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梅主姐係個小姐分享。大家好，我係梅主，很高興來客家電視台，謝謝你們。分享梅主姐，來分享小姐分享。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開心來這邊分享小葵家的故事。哦，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哦，歡迎兩位，兩位係梅主姐係家娘。啊，小杰是媳婦，是新橋客家新橋啊，但不咩客家人本來不是客家人，不是哦，然後嫁來就是客家嘅家庭，嫁到客家家庭。對，現在有會談一些些的客家話，聽那種關鍵字，可是還不太會講，很厲害，要努力學習，讓小孩子也會講。哦，真的，對對，上一本聲音呢，客家會講，啊，不過唐講這個雖然喊啲嘅好客家話，但是口味已經悄悄的變做客家人了。小朋友很喜歡吃客家料理，非常喜歡。哦，對，聽說是出去會拿個香蔥油來攪面，對，一定要客家靈魂，對，好客家魂哦。小杰自己有這麼客家魂嗎？我沒有這麼客家魂，他非常客家魂，然後會點評說，少了什麼香氣什麼的，好可愛，然後回家就會自己去煮。哦，嗰時候轉到今日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主題哦，今日有請到兩位來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家頭開嘅一間店，一間店嘅名嘅咩同貼片，我都小葵家。上來一間店嘅有乜嘅故事呢？先請小杰同大家分享一下，當初開這間店的一開始的理念是什麼？我們理念的話，就是以家的味道做一個核心概念，那其實也是一個很生活化的小店啦，小孩子會在店裡跑來跑去啊，真的。對，那我們其實想法很簡單，就是清楚知道食材的來源啦，然後賣自己喜歡吃的，自己喜歡吃的，對，然後我們自己用得很安心，然後客人也吃得很放心，對，然後希望是因為以前在覺得長大之後，覺得在家裡有煮很幸福啦，所以希望把這個幸福感可以延續，沒有豪華的擺盤，就是很純粹、很單純的家的料理這樣子。談起來就本人東上衛生，讓人家有一種很想吃的感覺，因為呀，他嘅想法當然親口係七家地鋪卡有七家煮啊，最好在家裡自己煮嘛。但是就是不是大家都有空，有喊好七家煮是都按幸福嘅料理。嗰時候係講有按用一間店嘅，然後七家鋪卡嘅米線同大家分享，我知道係親口嘅理念。啊，不過樣名嘅咩懂貼片咯？為什麼叫做小葵家？這個名字很可愛。對，當初在想的時候，有時候想到說，要取比較文藝的名字，後想說好像不太適合我們，不貼近我們本身的性格。對，然後兒子很像小時候很像蠟筆小新，為什麼？他會跟姐姐搭訕，可以留我賴，留你的賴嗎之類的。然後好可愛哦。對，後來懷妹妹之後，我朋友就說，哎，那妹妹直接就叫小葵就好啦。後來想說，哎，我們是主打家常料理，所以就說直接叫小葵家，就是簡單又好記。哇，很可愛耶！古時候也點到後面給你一種很溫馨，然後很家庭的感覺。對，哦，唐公就是店裡面的一些佈置陳設，也是生意的七家發給他們自己的。對，他很喜歡畫畫，對，那所以桌上的畫都是他畫的，然後像妹妹也跟着。對，所以妹妹有一些角落也是要放她的。對對對，不然會說，對對對，她會說誰畫的比較厲害？說太難比了吧。呀，他哥哥同妹妹幾多歲？他們幾歲？一個小學5年級，一個大班要畢業了。大班要畢業了，好可愛哦！所以要做得講，係一間有懂得屋卡嘅溫度，有家的溫度這樣子的一間料理。然後梅主姐，你去家係新竹人，錯嗎？對，新竹人同海豐，新莊啊。哦，新莊啊，講海豐，啊唔過係嫁到苗栗。係錯。哦，嫁到苗栗過後就到苗栗生活一段時間。
最初系中拉，后来搬转来苗栗，因为我先生是苗栗人嘛。就搬到苗栗。啊，不过其實一間店咩唔開到苗栗，一間店咩又係開到台中，是開在台中，對不對？為什麼會有這個從苗栗又搬到台中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呢？因為其實我做餐飲業非常久了，從少女做到變成2個媽媽都在餐飲業，2個孩子的媽媽。對，所以途中一直想要創業，然後後來有到有一天說啊不行了，再不創業的話就老了，我也人生會覺得好像有點遺憾，沒有去勇敢做什麼事情。然後那時候我哥是在台中南區，他就說他住了那邊好幾年了，然後附近是住宅區，一直都沒有什麼餐飲店進駐，然後他就說問我說，你可以來這邊開，好，然後我們就覺得OK 好，那我就去吧。很勇敢哎，你也沒有在台中生活過？沒有，台中是我現在出生以來好像最都市的地方，因為從彰化然後到苗栗，對，都是住比較鄉下的地方。對，然後也下揀用咩鄉下搬到台中，鄉下來聽數一間店。從我哋遐幾乎啦，台中的時間較多。我唔習慣喎。唔會，唔習慣。啊，真見哦，公關哦，嗰時候做啲講做貴婦客人鄉下來開一間店，不過主要係兩三人，主要係婆婆跟小姐兩三人鄉下來做。對，佢兩三人用辦來分工咯，睇家附近做乜嘅事情。我做這你先講好誒，你平常時做乜嘅條路？我是喺中式這方面是喺我附近，其實咖啡簡餐裡面的那個蛋糕也是都是他自己親力親為，我媳婦也蠻用心的，很厲害，我要敢勇大力稱讚。所以小杰就是會負責比較像是西式的甜點吶。對，以前的工作都做比較多甜點類跟咖啡飲品類，對，主要是做這些。對，然後再結合敢勇結合婆婆，我們做這個手藝。對，因為婆婆我們還沒有開店以前，朋友很多人要找她開店啊，真的，你東西太好吃了啦，對。然後婆婆其實一開始只是想說來幫忙，殊不知就回不去了，因為客人太愛她的東西了。對對，所以現在就是六三年go 附近冇空用嘅條路，但是這樣子聽起來，我吃到一間店小葵家，你賣嘅東西算係多年，很多種東西耶，對不對？很多元。對，它裡面賣的東西感覺是有客家嘅料理，就像啊面條前擺的呢，現在一直撲鼻而來，應該知道東鄉哎，因為然後剛剛有聽到又有像是西式的甜點或是早午餐這樣子，對，感覺是一個很多品項，因為懂到店加的開始從人家加的，我想講我好像要先鎖定了一個某個區塊某個範疇，但是剛剛人家的是很多元的。對，為什麼會這麼做？其實我們主要是配合家小孩子的作息，因為我們晚上要接他們，所以我們晚上營業的時間會比較少。主要的話都是白天，所以我們10點半就開始開了。那我們如果10點半要叫客人吃米飯類的套餐，好像有點太早了。所以呢，我們就有在研發，就是早午餐盤，就是搭配麵包的。然後我們有放一個，就是我們自己醃的，也是自己醃的鹹豬肉。對，在早午餐裡面嗎？是很棒哎，這道也蠻適合配麵包的，對，然後再淋一下，一定要客家雞醬。還有不用記住，這應該就係每組這不用嘅人嘅小巧思，錯冇？對。但是為了記住拿來做像這樣子的，有點像是西式的沙拉，這個應該頭擺有按用做過。冇按用做過，這是我的 idea，很厲害。像講吼，你若講豬肉來講，還冇油膩像安尼客家人專門用雞醬，安尼是把它當做我們中餐裡面其中的一個元素。好，客家元素進去，大家都會蠻喜歡的，因為蠻特別，很少人用雞醬去做一些料理。尤其啲台中是剛剛講南區嘛，對不對？其實應該冇按到客家人，沒有這麼多客家人。沒有，因為客家菜的話，主要都是以合菜為呈現。那我們的話是以單人套餐呈現，就是你一個人的話也可以獨享哦。很棒哎！我們現在就是以用傳統的味道，然後結合現在人飲食的習慣，然後把它變成生活化的一部分。
对，所以一间店除了是老乌卡人设在口味变做店底度的招牌，然后把家里的口味变成店里的这个料理之外呢，也配合你们的生活模式。对，就是你要到底照顾乌卡家庭之余，还有办法再来经营这一间店。对，所以就是完全就是你们家人一起创造的这个很棒的一间店。是。对，故说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同大家来分享一间啲台中嘅店，韓國結合嘅也無共用嘅風色嘅飲食風色，比如講西式啦，沒有客家式嘅希望大家有機會再去行聊聊，還有當到故事愛同大家來分享。所以有乜嘅後面先咯，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繼續來打嘴鼓哦。大家又將到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我應該吃到青貼片，歸烏卡人用烏卡人好食嘅東西，自家食咧也得食材，自家烏卡會食到嘅也料理，變做一間店，韓國同大家來分享。雖然地度買嘅當到客家菜、客家料理，唔過係啲台中，我就當上一啲台中咩傳統嘅 N D 嘅安用嘅客家粽，畢竟台中沒有這麼多的客家人，可能把這樣子的料理，客家料理有呀梅乾扣肉、鹹菜乾控肉，還有走馬雞，用到菜單當中放在菜單上，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好奇，或者是很困惑，或者是不一定這麼受歡迎？覺得呢？當初一開始放的時候，就想說應該是有吃過，然後可能年紀比較長的婆婆媽媽們會懂得這一道。對，那時候的，因為其實我們前面的菜單會多加酒釀這兩個字，因為擔心大家不知道它走馬這個紅糟雞的紅糟雞前面我們特別加了酒釀這兩個字，因為擔心客人說不知道它是酒香味這麼濃的料理。對。所以一開始放上去，小杰也是一開始就很喜歡這道料理，所以才要把這個放在菜單上嗎？其實沒有因為我是閩南人，以前婆婆就是我們過年的時候，他們娘家人都會一定會釀這個紅糟，然後我婆婆就說那個可以吃，很好吃哦，可是我都默默飄走，哦，好，因為我不敢嘗試。對，所以頭擺係冇乜嘅感受，嘅問做這你會發現到人家新球頭擺唔敢食走馬冇？按講啦，因為成日哈，年輕人啊，個酒味當沖其實唔係當香，很香醇。所以你有心理準備了，所以你呢可能冇按套食這個紅糟走馬也偷料理。因為我媳婦係閩南人，佢冇食過安尼東西。其實我係客家人，我唔講我沒有你睇，我咩冇閒些時間咩冇食走馬。你要走馬哈，你新竹特有的。像我們的客家莊的話，過年過節都是會釀這一個。太暗講誒，太暗講誒。故說也七甲做誒。對，七甲做誒。七甲。100%純米酒。100%純米酒。應該有50度哦。哇！但是你綜合下去的話，就已經很，怎麼說？味道很濃郁，但是不嗆。你可以試試看。因為就嗆味。所以小杰現在已經喜歡吃了。可以了，我覺得非常好吃。真的假的？因為我就是覺得好吃才會拿出來賣哦。後來發現年輕的也很喜歡這一道。對，一開始因為台中人對紅糟真的太陌生了，所以我都講說看都沒看過。對，所以我就直接想說，它就是客家版的醉雞。我覺得比醉雞還好吃，因為甚至。醉雞加個酒米含它重，醉雞的酒味還更重。對，這個是很柔和，然後甜甜的，很溫和、很溫潤的味道。然後這個有一些年輕人非常喜歡吃。對，它的甜味很，怎麼講？很有層次，感覺它的甜味是會轉一陣丸，不是直接的甜蜜，因為它有那個酒的香味。對，佢唔會嗆嘛哈。那個芥梅頭啊，當好像要。專門小女生喜歡吃，我們店裡面是連那個湯汁都會
吃的很干净，快要不用洗碗的程度这样子。有时候其实对，是弄得很干净，没有夸张，真的，他们都吃的光盘很，对我们看了也很开心，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对，我冇想到呀，一类走马呀料理，其实我节目当中没有手机的度过，大概当到像演同事啊，就会想讲，哎呀，要走马拿到用的煮，用的料理，就冇听错按到人都好食，啊，唔讲我知道。除了呀走马后是因为同样的肌肉没有关系，对不对？是跟肌肉也有关系。我觉得搭配起来那个鸡肉一点都不腥，然后那个鸡肉自然的甜味跟咸味就搭配的很好的感觉。对，因为其实我婆婆有管理一个城市的农夫，里面认识非常多农友，然后这个是他朋友农友种的鸡，就是这个是有运动的鸡，他每天每天跑来跑去，虽然肉质一定比一般肉鸡还要好，对，所以比较有弹性，然后肉香也有。对，所以按用搭配起来，也点到去到台中，那我伊咧无客家人的素材，因为个开创一条新的路诶，帮走马给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就是发现意外的客群。对。哦，那原本像客家人就懂好色，像这个咸菜管空用梅干扣肉，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客家的料理。是这个在台中受欢迎吗？非常受欢迎哦，也是很受欢迎。可是我们开店的时候，刚开店其实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太不敢吃3层肉了，然后就觉得好肥，我不敢吃，然后可是又觉得梅干菜好好吃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该怎么调整呢？这么传统的味道，然后其实是很好吃的，然后我们想到了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有用3层肉，然后另外一个是用猪前腿肉。然后我们家的梅干扣肉就非常特别，一般外面就是3层肉，我们家是可以选的。如果你不敢吃太肥的话，我们就帮你挑猪前腿肉，然后再打一点点3层肉。对，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人力有限，也没办法跟客人一一介绍，所以我菜单上面会写说，如果想要油脂多一点的话，跟老板说，然后他只要说我要肥肉多一点，我就会说你是老饕，对，对，现代人可能某种头白啊，会按到力头，会种田要干嘛的，不需要吃这么肥，是啊，所以饮食有比较清淡一点，所以有这个客制化可以做选择。你刚刚说。好深呢，谢谢你。这猪肉好深呢，俺不看买猪肉，俺是都好深，个猪肉真给很好深嘞。哎呀，你自己。用很 Q 诶，皮咩 Q 诶，俺是给那个肥肉的那个油的地方有嚼劲，它不是单纯的只是肥肥的而已。好深，要还贴片投稿诶。嘿，贴片买那一片给猪肉有贴片一些。你台中就。你没有你没有，没有你没有，也咸菜乾咯，咸菜乾。咸菜乾一天喺人公幹啊，一天可以公幹，非公館莫屬啊，非公館莫屬哦。對啊，真的。但因為有吃到東道，吃到含喺公館清好食。因為清夜的時間7、8月割完了以後哈，是可以是中芥菜嘛，芥菜其實差不多一兩月，佢。後尾時間，收割稻穀收割的時候就開始種，種的時候8、9月開始它就可以那個長成，然後那個稻梗，就鋪在田埂上，然後就日曬，所以這個就非常棒，真的是日曬的梅乾，不會像外面吃的烏漆麻黑的，我們的是非常有香氣，有乾乾的。冇錯，你像按用空油的，那不嘅鹹菜乾空油那個梅乾菜，它的顏色很深，不過呀，色木空起來是沒有這麼深，但吃起來米是黑懂拉嘅。陽光曬的一定就是金黃色。你頭曬嘅張紅色，沒錯。原來係按呢，嗰時候其實。對於也有食材，唔管係呀，佢們嘅節目當中所見到嘅，像這個紅糟雞呀，還有鹹菜乾空用，其實食材的部分都會自己去挑選，自己去挑選的。對，原本你們富卡 YD 那一片買，會去哪邊買？你們就是買給客人，也是去那邊買？我們也是非常幸運啊，就是說，你認識的，如果我是社團嘛，
就是城市农夫开心农场。俺因是咧同房是迄农民啊，俺两啥物同合啦，人讲唔两。以为我们是母女，那个唔会干还心 Q， 讲哎呀，两啥很贪玩可能我们2个互相都很多毛吧。真的，大家就也有坚持很要求，坚持爱，所以各自老这个相反，好两啥沟通还是按样做，他们按到意见呐，所以俺都唔会让俺厨房俺都配合得很好，很棒哎。你要做条路最按样啊，太感人而。同心操，夫熊批哈这样子，对呀，对，而且小杰应该呛呛妹也有在学习呀，婆婆的这个客家手艺，对不对？有，现在只有剩那个红糟没有自己酿过，因为其实真的还是要自己酿过，因为没有控制好的话，它其实做起来是苦的啊，真的对，会哦。你如果第一道，譬如说你的糯米没有蒸好，其实就前面就毁掉了。有想要吃的，有想试着要酿红糟过吗？有啊，但是现在太忙了，可是真的要把它学起来，没有学起来太可惜了。哦，对，像店里的一些料理全部都会了。后来煮梅干菜啊，洗梅干菜开始才知道，原来这么费工。真的。对，就这个梅干菜太给它洗哦，这个它其实洗过头也还讲没洗枪，过头或不干净都不行。就会没有味道。那也曾经有客人问我说：“我还想要问你，为什么我自己煮的梅干菜不好吃？”我就跟他讲说，要用心洗，因为你不能洗太久，也不能泡太久，然后又会洗不干净。我跟你讲，最简单就是直接来我们店吃就好了，不用那么累。有很在地有没有？就是有一类这个客家的家娘有没有？每煮这把关的，对，每煮这传承的新客家米西的料理，而且。新强松啊，因为它是定时嘛，1、3年就做得来食，不一定说哦，大摆会是客家传统就会请多年这样做得向下去食一周，所以按样青色哈杜斯年、现代年来食。对，故说节目当中还有多内容会同大家来小嘅，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来哦。大家要轉到福起來咧，我係從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一件啲台中嘅傳統，一件傳統係由亞梅組織家用傳承客家嘅米食，韓國結合小節新 Q， 自家好多嘅也有這些料理啊、甜點的手藝開嘅一間店。黑富卡嘅米食，因為黑富卡嘅米食，故說想要一直落去傳承下去，像梅組織和頭擺，我嘅記憶當中。也有客家菜，比如講像係啊做馬雞，同冇韓國也鹹菜乾嘅孔肉，對你來講係輕重要嘅料理，輕好食、輕澎湃嘅料理，同冇？哦。細時節專門見阿婆下多啦。啊，阿婆。阿婆當會做料理，和阿爸阿妹佢都因為我都有做生意嘛，所以都是阿婆是。阿婆啦，見阿婆啊！阿婆當為做料理之外，佢美學煮啊。哦。所以，你細時節專門跟在他身邊嘛。所以公園嗰隻大家庭啊。拜拜細節時為蓋鴨啊，哈，豬肉啊，冇食得嘞。跟你公園就，人家說象徵團圓，所以我們就會做紅糟醬。貴暗講。哦。以前大家庭睇暗講，介個老阿婆全病落嘅暗講圖，介係貴雜哦，貴雜，介嗱上嘅時，年客攞嚟時節啦，係咩當到阿姑啊回娘家，頭擺太家，介那去攞是都是貴盤啊。所以講說頭擺係一台暗講，全部就一暗講貴雜落去，你看，千毛，冇。哦，是的，細節長貴章啦，拿出來切啦。
你可能去台攀冻喜气呀。哇，这个画面感就某印象，小杰应该没某看过。你有看到从那个大瓮里面拿一整只出来在那边躲？没有，对不对？这已经不是我们的画面了。年代了，那是我们5、6年级的年代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呀。因为讲亚料理头摆就会想到案嘞，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以前过年的时候很棒的这个回忆。对，鼓手为主在讲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对啊，细细时节吃黑晒安的米头，很像讲要传承下去，要不然俩孩小朋友根本是没这种感觉。那我们是觉得说啊，以前感念说这些就是阿婆啊，妈妈他们小时候传承给我们的一些，我们小时候也爱吃啦，然后家庭人口多嘛，所以阿婆当会做饭。拌呢？对，嘛个拌，反正过年过节同房吃，迄都该做拌做。小杰喜欢吃他赶紧的这个板吗？板类的，会，也觉得很好吃。有童话的呀。童话。我们要泰力同大家分享，现在来到台中。同大家分享客家菜当好食的客家菜，韩国爱吃到青葱油嘅黑乌卡嘅米西，乌卡做料理呀，件事情是很温暖，当温暖，青州在传承的。唐公呀哈小杰嘅声音呢，小新就是他嘅来已经5年级了，对啊小葵是大班嘛，对，6、3年都有做料理的天分哦。有，因为他从小都这样子看啊。我以前工作的地方，他都会去探班。然后他现在很会煮东西。小学5年级会煮了。对，他很早之前就会煮了。然后他就说：“你不要看，你不要看。”他就端一个料理给你。对，好有天分哦。所以其实这个耳濡目染，这个味道的这个记忆，也是可以慢慢的传承下去。懂幸福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有幸福的事情，当然没有辛苦的事情，可以一点点就会按呢。虽然这是一个创业，是一个梦想，有点圆梦的感觉，但是它过程当中应该也有遇到一些觉得有点辛苦的地方。有。其实非常多啦，我们觉得我们开到现在快4年了，觉得充满无限感激，因为现在真的是因为什么原物料都涨啊，人力也涨啊，然后你想要请员工也不一定请得到，因为现在太多人不想要做餐饮业，对，因为太累了嘛，对不对？对，那我们本来的设定就是可能就是小店，就是家人自己住，对，那我们在我们的坚持下，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那时间也是一个成本嘛，对，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好累哦。但是客人来跟我们讲说，你们东西好好吃哦，然后眼睛会发亮，那个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好像流汗都值得了，对，只差没有流血而已。你真的有热爱哦。对，而且很多客人会，他们要离开前还会特地跑来柜台前面跟我讲谢谢哦，很好吃。我觉得哇，也太感动了吧，对。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客人有给你一些回馈，让你一直记得的？其实蛮多的，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现在讲起来都会起鸡皮疙瘩，真的，就是像那个梅干扣肉，他说他吃到梅干扣肉，然后就流眼泪了。他说他吃到这个的话，就想起他妈妈，因为妈妈已经过世了，他很后悔说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没有好好去学她的手艺，想要学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我觉得哦，真的。对，那是他记忆里面的味道这样子。那也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吃我们家的梅干扣肉，他真的是老少通吃哎，那个2、3岁的啊，或是国小的小朋友啊，每次来都会点这一道，然后妈妈说在家都不吃饭啦，然后说要吃小葵家的饭，然后来我们家都把饭吃光光，小吃货。对，然后你看他吃就吃得很幸福，就觉得好可爱哦，就是那种扒饭的哦，然后这样，然后吃得很幸福这样子，我觉得哇，就是哎这样子虽然很辛苦做的哦，备料备得很累，但是好值得哦。你吃到呀就黑后给米西。应该说不是好的味道，是来自家的味道。给米西吃盐就会懂感同饮。你刚刚讲就是扒饭，你去上弄爱很些时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对，就是俺爸爸没买煮用嘛，你就青蒿粥给空肉饭啊。你这个嘿碗几碗的黏空肉饭就按用吃。我回想起来，那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记忆。对，鼓手知道很谢谢你们，就是老要这样咪西基修统太嘎来分享。
对，我觉得这真的好嘅料理真嘅会本人有一种懂幸福的感觉，难怪就是会有客人给你一个这么深刻的回馈，因为真的他被料理感动了。对，所以。开店动辛苦，当然成果也越来越好，都让他经营了4年lang的时间，没有那么简单。经过了4年，所以嘉阳同新橋2-3年开店，大家就会想啦，我们到底节目最后面要来点高潮了吧？是不是会有个2-3年可能会演嘎啊、舔啊、翻桌子啊，会有这样的时刻吗？不会。真的哦，很厉害耶！老实讲没有哎，可能就是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讲一下，就这样子，可能刚好也很合，因为我们就是生日只有差1天，真的对，所以有时候很感谢说，有遇到好的婆婆，然后又有这个机缘可以在那边开店，然后又遇到很多非常好的客人，就是他们感觉他们被我们照顾了胃。他的肚子被我们喂饱饱的，然后他们有时候就是来吃饭，然后还会提一大袋的礼物给我们，一直喂我们，就是把我们当朋友，就觉得很感谢这样子。对，没什么呀的，继续老呀后世嘞后米西传承哈，继续传承很美味的这个味道。所以好，节目亲密要来轻松一下了，本太敢喊卡料给呀的，让大家更了解你们。来讲一下，如果2位在工作上难免意见不同，要怎么沟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婆媳相处之道。我觉得应该互相体谅吧。我们2个都会这样，因为我们各司其职啊。一周给咖啡、甜点、料理跟现场。对。啊，爱做爱出来的东西。伊妹要尊重来讲哦。安做好无，所以讲做好咧，无嘛该太问题。像我做一定爱合作啊，无可能讲啊，统一落来上草必不一样的，那家和万事兴。很棒，家和万事兴。姊妹做事情，伊懂得精啊。他说他做事情，姊妹会体谅我。譬如说，伊讲海讲痛开啊，打烊的时候。虽然说他就是很用心，这一点我是很肯定。他就说，妈，你先去休息，然后他就收拾，就店有时候就是我们打烊的时候，他都要花2个钟头去把我们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每一天我们都要花这个时间去把。虽然我们是一个店，但是就是不要辜负大家都说你都懂温馨啊，刚啊，我好喜欢你这个店。所以我们就要坚持把自己的分内的事情做好。所以自己的坚持。对，你如果一直要往好的方向走的话，你一定就不断的要去进步。觉得自己哪一些不足的，或者是觉得说不好的，摒弃还是在修正。没错，故说爱吃豆娘乌卡黑，懂有爱嘅乌卡，非常有爱的一家人。故说清明来同大家讲一下，选一道最代表你们家的一道料理。小杰，最代表哦，你们家的料理不是店哦，是你们家哦，有吗？脑袋里面有任何想法吗？突然要想不出来，因为太多好吃的耶。那换美竹这像一道料理，台北有娘不卡。我们家哦，像这些都是啊，因为我怎么说，就是我就很爱煮啦，太多了。我们突然宕机，好像大家都喜欢。我有三杯红枣鸡啊，我婆婆都这种东西都可以，超啊贵啊，萝卜糕啊，椰蛋、萝卜蛋都会，只是太忙没有工作。好，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没有办法回答，这太多了。一都小回家就知道了，就知道答案，自己找答案。太难了。因为什么我们组这为什么小杰了都见不懂中？谢谢2位来分享。谢谢姐妹，谢谢。为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时間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薯傾站，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亞樣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